美国甲中国的贸易战继续咧进行，外资拢回头加码台股，尤其是体质优良的中型公司，甲中型成功转大型的企业甲股票，拢是外资的最爱。要看一间公司是毋是值得长期来投资，这个外资一直以来拢用高标准来检验。今仔日生活财神的专题，咱就来看台股的明日之星。参起甲比视觉的效果集中。要今晚200几块的牛肉面推出高级的产品，就是无希望拼俗价，加上布局全世界。和外资上调长期来投资，统一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56%，带动公司的持单超过4000亿的大关。台股今天来看，差不多是50年，谁能够有更高的能见度或可能性，能够走另外一半的50年，统一就是一个很典型。我觉得在这个现在整个集团有11家上市公司里面，我觉得它国际布局相对的稳健。台湾董事协会发起人蔡洪清认为讲，伫台湾1600几间的上市贵公司内面，敢若2%的大型股验股，市值却是占台股的56%。台股若要继续好落去，就要挖靠更较侪优质中型企业，捧一股就是一个案例。纺织股后巨阳，他就看得出来，就是说，其实外资这2年其实加码蛮多的。过去可能持股比例大概才30几%而已，但是从去年以来的话，累积它其实成长到48%，它其实外资持股比例已经算是创历年新高。自从因为贸易战转短效应甲产品结构的转型，受到外资的介意，也有工业电脑龙头研华长期稳健的布局。外资的持股比例嘛要到40%，依照台湾董事协会定义，持得1500亿以上是属于大型的企业，持得154亿到1500亿的代表，这是中型的企业。目前统一的持单是4699亿块，研华的持单是1845亿块，拢成功为中型转为大型企业。自用持单439亿块，未来也有成长的空间。基本上他们在选择企业的时候，会比较偏向于企业，他们在经营的时候会有长期稳定的绩效。另外呢，公司的治理方面也要比较能够透明，并且能够稳健的经营。另外在财务方面呢，要能够透明。那在这个未来的产业趋势上面，也要能够维持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年的复利率成长。虽然外资加码投资可能代表个股有一定的成长性，但过外资的投资嘛不一定百面赚钱，所以讲投资人嘛是要有理性的判断。